圣诞节已经接近啦，吼，互咱知影讲，咱即马常常拢咧思考的一项事，就是讲要送啥物礼物，或者是讲咧等毋知会收到啥物礼物。来感谢主，主耶稣的福音就是咱上好的礼物。甲边仔人讲者，主耶稣的福音就是咱上好的礼物。咱三甲来祈祷。慈悲的主，阮要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伫圣诞的节期，阮就哪想就哪感恩，因为阮毋若是会当参与伫教会热烈的活动，阮搁较会当亲身来体会着教会所庆祝的一位主，阮搁亲身会当体会着你的降生实在是世间人的拯救，你的降生实在是世间的光。主啊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就较无你；阮伫你的面前，阮就敬拜你、学乐你、尊重你。阮今仔日搁要来读你的话，求主你圣神感动阮，互你的话拢伫阮的心内发光，引带阮人生的道路，互阮会当伫圣诞的节期，也会当将你的福音分享互阮身躯边的人。阮感谢主，荣光归伫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拢咧思考，咱拢嘛是会备班会去想，讲爱准备啥物礼物互别人，或者是讲咱若收到礼物，咱嘛会想讲，伊为虾米会送我即项的物件？伊送我即项物件是虾米款的意思？为虾米咱会去想，咱会去做遮尔多的思考？毋知恁感觉买物件的时阵，徛伫迄个所在，要买一个物件送人，蹛行过入去，搁行过来，行过去，搁行过来，蹛咧想讲。即项敢好，还是我搁行规间啊？搁来想看觅，哪行，咱就哪抓袂到即个主意，哪想袂清楚讲到底啥物事会当伊安尼我安尼送，伊敢会感觉我安怎？咱拢伫迄个所在咧思考，所以这互咱甲咱讲，是去送礼物是一个学问，对无？送礼物是一个学问，因为送礼物是表达咱的心嘛，表达咱的心意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要看见。圣诞的故事内底，也有讲到一段的故事，甲礼物有关系，就是东方的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故事。东方的博士来朝见耶稣，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章的头前的所在。咱看见圣经内底写，讲当希律王的时，耶稣已经出世伫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。对东方来到伫耶路撒冷，我捌听见有人做真趣味的见证，讲伊有一个朋友非常的有智慧，特别安怎传福音伊拢无法度接受，因为伊感觉伊是真有智慧的人。但是有一天，当这位有智慧的人看见这段的经文，讲哎呀，博士嘛来朝见耶稣，后壁佫现着讲看到耶稣足欢喜，佫甲拍落去甲跪吼，所以心内怎感动讲，这位耶稣真正是遐尼宝贵，这个人的态度转变，后来就来得到福音。所以咱嘛做甲边仔兄弟做伙讲，含博士嘛敬拜耶稣，来讲一来。这个博士，伊对倒位得到迄个消息？伊毋是有人去通知，因为这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，甚至圣经学者甚至讲，可能要行1-2冬呢，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。迄个时阵的交通工具当然是无遐尼好，所以这个博士对东方看见迄个星，因会看星就来判断，讲哎呀，这确实是一个无共款的王。无共款的王，这是犹太的王，伫迄个所在来出世，所以伫迄个所在来发光，所以因就来到伫以色列的所在，来到伫伯利恒。这个东方的博士应该毋是以色列人嘛，所以讲因可能也无亲像以色列人共款，因的思想内底有一个观念，就是将来有弥赛亚要来拯救。因无这个观念，但是因的信心值得咱来学乐，
因的信心值得咱来学习。因用一个真渴慕的心，开会真长的时间，当然真长的时间嘛，表示爱真济的苦对无？真济的钱来行这个旅程，真远的所在开会，将近2年的时间来到这个所在，敢若是一项物件，甲因保证就是天顶的迄粒星尔。因带着极大的期待来找耶稣，但是这个圣经这段内底，竟然和几个朴素都无想清楚。所以咱平常是演戏拢演3个对无？演3个，咱是用伊炸3项礼物来推算。其实伊是讲一个宝盒拍开内底有3项礼物，所以咱嘛毋知影到底几个朴素。圣经敢若写讲有几个朴素，即几个朴素的背景拢总无写，啥物拢无写。敢若知影因是对东方迄个所在来，甚至因也嘛无记载因讲的是啥物话，甚至因嘛无表明因的身份，甚至因也无等着耶稣也是讲玛利亚、约瑟，甲因讲几句祝福的话，甲离开，啥物拢无记。这段故事内底，敢若记一项物件，就是记因送啥物物件尔，啥物拢无记。这个故事内底，啥物拢无记，敢若记因送的物件尔。所以你想一段故事内底，啥物拢无讲，敢若讲3项礼物的内容是啥？你看，这个故事的重点，敢是就伫迄3个礼物的顶面。所以咱今日要对这段的经文来看，朴素送这3项的礼物，送这3项的礼物，到底为虾米圣经特别解记咧？这3项的礼物，互咱伫今仔日对咱有啥物意义？伫信仰内底有啥物款的意义咧？咱知影这3项的礼物是倒3项？黄金、乳香、没药。这3项的礼物，第一项黄金。咱知影黄金，咱会当诚做将伊当做钱银来使用。黄金也会当做真侪水的物件。但是咱看见伫古早圣经学者的研究讲，古早伫中东的所在，甚至耶稣出世迄个时阵的犹太人，拢感觉黄金就是代表王的尊贵，王的尊贵。黄金代表王的尊贵，所以讲咱这东方来的朴素，当因来到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因对希律王，因所表达的话就是讲，耶稣是出世要成做犹太人的王。虽然知影讲，既然因对耶稣的看法是犹太人的王，所以因会准备金来献互王，这咱是会当理解的。咱会当是咱来理解，但是咱看见这个东方的朴素，因对耶稣的态度，因看见耶稣的时，因看见耶稣迄个所在，因就拍落来拜这个婴仔，然后献上黄金、乳香甲没药。所以咱看见朴素的这个心态，因毋若是将耶稣当作是犹太人的王，因也将耶稣当作是因家己本身的王。所以咱看见因跪落献上黄金，因看这位拄出世的婴仔是有王的身份，有王的尊贵，所以因就将黄金来献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东方这的朴素。因行2年的路，就是要将因对耶稣迄个尊贵的身份来献上敬拜。咱敢是安尼呢？咱每一遍来到伫教会，咱每一遍来敬拜上帝，咱每一遍来军队主来亲近主的时，咱是毋是会当意识到，伊就亲像黄金所献上的迄款王的尊贵？伫顶礼拜，咱讲到耶稣这位婴仔的身份，这位婴仔的身份，伊毋若是救主，伊犹原是咱的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敢有对耶稣是用对王的态度来讲咧？帮义康甲亚罗来上最后一遍洗礼进前的慕道班的最后一课。讲到洗礼，
咱知影洗礼的意义真要紧，就是咱甲主耶稣洗礼了，洗礼就是表达咱甲主的连结。咱愿意甲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割活。咱愿意将咱旧的人，咱愿意将咱旧的个性，咱愿意将咱的遮个无好的遮个思想，咱拢总伫十字架顶，互伊甲耶稣做伙同顶十字架顶死，然后咱甲主做伙埋葬，这表示讲这死爱死互透，然后甲耶稣共款，佮活了后，讲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即马活的无佮是我，是耶稣伫我内面活的，这就是洗礼的意义。所以咱咧讲。洗礼，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就应该将主看作是主，咱毋是主，咱是奴仆，伊是主，咱是奴仆，伊是主。咱若是耶稣，若是主，请问一项的代志，耶稣介意，咱无介意，听啥物人的？听啥物人的？哦，大家做怀疑的吼，啊，无是要听家己的吼。是听耶稣的，那即项的物件，一个代志，你足介意的，但是耶稣无介意，要听啥物人的？听啥物人的？较大声的好无？听啥物人的？耶稣嘛，咱在座拢应该有即款的一个体会，这就是王嘛。王就是伫生命的中间有主权的，才是王。耶稣敢是咱的王？耶稣敢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有迄个决定权？耶稣敢有伫咱的生命中间有迄个做决定的权力？耶稣敢会当指示咱的道路？咱的道路若无要互伊指示，安尼耶稣咱就无法度称作耶稣是咱的王，毋是嘛？朴素命留了一个真要紧的模范，就是因尊耶稣做王，因就将迄个金钱、金银就奉献予主耶稣。我想这嘛是互咱一个真好的学习。咱真做一个敬拜上帝、雕见基督的人，咱伫金钱的奉献，咱也应该爱来甘心乐意。毋是因为教会会讲教会即马真好，所以无欠我的钱，也是讲教会即马真善，所以我加甲帮赞挂。咱毋是用帮赞教会的观念来奉献，咱的奉献是完全是因为咱尊敬上帝。甲边仔人讲者，奉献是因为咱尊敬上帝。来讲者来。奉献是因为咱对上帝的尊重。马利基第3章的第10节，伫周报顶面有，请咱做伙来读来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：恁就将当纳的1/10，全然送入仓库，互我的家有牛，用安尼来试我，是毋是为恁拍开天顶的窗，饼哭去互恁，甚至无地通下。所以咱看见先知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，因讲：恁应该爱将恁的收入的1/10来奉献予主，奉献予主。然后当咱愿意奉献金钱、奉献咱的收入的1/10予主的时阵，主的福气要满满降临伫咱的身上。讲用安尼来试我。这个我是上帝家己讲的话，用安尼来试我，是毋是会为恁拍开天灵的窗，饼福气予恁，甚至无地通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真正爱对奉献有迄个信心，有迄个甘心乐意的心。你毋免甲上帝计较伤济啦，因为其实虽然是1/10。其实另外迄9%嘛是拢上帝互咱的，对无？是上帝拢是上帝的，所以咱愿意将1/10奉献予上帝。上帝若欢喜，是毋是赏赐搁较济咧？
上帝若欢喜讲，哇，你这实在是忠心的奴仆，伫小事顶面尽忠，我就将大事互你来负责。所以咱真正爱对这朴素有一个真好的学习，献上对主的尊重，也愿意献上咱的金银。第二项，咱看见朴素献上的礼物是啥物啊？乳香，献上的是乳香。其实乳香是一种树啊，伊的油的油膏。这个乳香主要是用伫敬拜献祭的方面，会当互这个敬拜献祭有迄个香味来走出来。所以伫这个乳香伫以色列人的心内，乳香其实就代表是对上帝的敬拜，对上帝的尊重。咱知影伫犹太的律法内底，圣殿的内底献祭的时阵会用到香膏。这个香膏当然乳香也是伊的成分内面的，但是这个香膏，圣经内底有讲到这个香膏的成分，那用咱现代话叫做配方，有讲到这个安怎来制作这个香膏。但是圣经佮另外佮提醒佮注明一项代志，就是人袂使家己做香膏来互家己用，讲这足香的，我就来用这个香膏圣殿的敬拜的香味来抹伫我家己的身上，来抹伫我的厝内，互我的厝内亲像圣殿的味共款。律法安尼写，讲做这款事的人，爱将伊治死。爱将伊治死，这就是抢夺上帝的荣光啊！抢夺上帝的荣光。所以咱看见东方来的朴素，因送黄金，献上黄金，表示因将耶稣看作是王。但是因阁献上乳香，咱就知影讲，因对耶稣毋若看作伊是王，阁较进一步，因看耶稣是神。耶稣是神，阿们。做伙咱做伙讲一讲，耶稣确实是真神，讲一来。耶稣确实是真神。所以乳香对咱今仔日的信徒有啥物款的提醒呢？就是咱敬拜上帝的心，咱敬拜上帝的心，咱对耶稣真正爱用一个神的态度对伊。啥物叫做神的态度咧？咱用一个真简单的一个目标，咱来学习来实践。咱就用主日礼拜来做咧好啊！咱就用主日礼拜，咱要安怎？若要亲像圣经所写的，献上乳香，这个乳香是所有的香内底独独归乎主的。那安尼，咱是毋是会当为着礼拜好好来备办心呢？咱是毋是会当将礼拜看作是规个礼拜内底上要紧的一项事呢？咱知影早期的基督徒，因甚至拢会前一日就甲因的衫整理好掉咧，这是明仔载要做礼拜要穿的衫。讲鞋啊，就爱摕即个起粉，愈好金，愈好金。啊，啥物无鞋啊啦，歹。无法度穿的，讲先寒咧，到礼拜长甲换咧，安尼较袂歹嘛，对啊？到礼拜长寒咧，行做远，行到礼拜长甲穿起来，就要做礼拜。这些拢咧表达啥物？对主的尊重。甲边人讲者，礼拜爱表达对主的尊重。甲讲者来。礼拜爱表达对主的尊重。既然是咱对主的尊重，各位兄弟姊妹。咱应该爱准时做礼拜，对无？既然是对主的尊重，咱应该爱将其他的俗事爱紧紧来完成，无得互伊阻挡上要紧的事。次要的，我们就让它变成次要的；主要的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主要的。所以，咱备办好咱家己的心，尽量唔通低倒，也唔通未足倒就离开，
因为咱是来献上咱对上帝的尊重。既然是献上上帝的尊重，这一两点钟，咱有遮尔计较吗？求主帮咱，互咱伫做礼拜的时阵，真正会当献上的是芳的祭，献上的是咱无互这个世间，独独互上帝，迄个上芳的祭。迄个态度是咱伫外口拢无对别人有即款态度，独独对上帝有遮尔水、遮尔敬虔的态度。就算是见总统，咱嘛无迄款的态度，对无？第三项的礼物，咱看见是物药，物药嘛是一种真贵重的香料，而且这个物药佫会止火，有迄个止火的功效。古早的埃及人，因嘛会伫因的神庙内底来烧即个物药，也会当摕来伫即个抹伫尸体的顶面来处理即个尸体。犹太人也是同款，犹太人也是将即个物药会当使用伫即个尸体的顶面，成做一种的香料来处理。所以咱看见甚至中东的一寡古代的文件嘛，安尼记载，讲当另外一个国家来雕见国王的时阵，伊嘛献上物药。这是迄个时代君王献礼物的习惯。迄个时代人就用安尼来表达，阮真正伟大的国王，甚至愿意为着人民来牺牲性命。所以咱看见即个物药的意思，伫信仰顶面的意思是啥物？物药伫信仰顶面，就是咧表达耶稣基督要为着世间人来牺牲埋葬。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的，竟然要送予一个婴仔，竟然送予伊物药。我会记我有一个朋友，伊就真想袂透，因为伊的老母是中医师，讲中医师袂信耶稣，我看讲哪有人咧送婴仔咧送物药的，这无好，这意思毋对嘛吼。送予因妈妈做月来，这嘛用袂着啊。这药材都毋是安尼送的。当然，咱知影讲，真正迄个意义是伫信仰的顶面的意义，是代表这个婴仔虽然真古锥，但是伊有一个真特别的任务，就是有一天伊要为着世间人受定伫十字架顶。有一天，这个君王，伊也是一个会为着人民来牺牲的君王。若有即款的王来治理国家，毋知是偌好，对毋对？所以咱今仔日物药对咱的信仰会当，对咱的意义会当是啥物？咱看见物药是香料，而且伊阁是表达耶稣基督的牺牲甲埋葬。所以咱就会当将耶稣基督的牺牲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成做一个芳会当吸引人的一个信息。所以咱看见物药对咱的提醒就是传福音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敢愿意来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嘛？伫圣诞节，咱开会做的时间，来做的事工，敢是为着要互在座的咱有一个欢喜的圣诞节吗？当然毋是安尼尔。咱做伙庆祝。咱做伙办遮个做活动，也是要将主的福音传予咱身躯边的人。昨有真侪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伫教会传福音的事工，毋管是分福音传单，或者是咱的寒冬送暖，将遮个一寡物资来分享予中华国小一寡真正辛苦的家庭。伫即个所在，咱就听见有真好的见证来转来伫咱的中间。牧师就分享两个见证，一个就是原在即师受访者因即组因出去分传单，甲签评对无？因出去分传单，一出发，原在即师就做一个决定，
讲咱绝对要甲即个传单亲身交互迄个人，无要甲插伫信箱内底，亲身要摕互迄个人，要直接甲伊讲即个传单的内容，要直接甲伊邀请。所以你敢知影？因出去分应该是讲华丽迄边吧？因出去分的时，因无将这插伫信箱内底，因一家拢问二问零，一家安尼传，一家来付出迄个代价，咱拢会感觉讲啊，插咧就好啊嘛，对无？摕互伊就好啊，伊要看毋看是安怎吼？但是因为迄个传福音的态度，传福音的较无是无共款的，因就安尼来摕。当因摕互第一户的时，讲，然后因就开始继续分，二点零讲，摕互伊二点零讲，摕互伊，我毋知几分吼。我看我毋知恁分几分出去，可能袂少分出去吧吼。然后讲我转来的时阵，素芳姐看到因第一个分的迄个家庭，竟然迄个妈妈搁咧看咧，搁徛伫门前徛咧看，搁咧研究讲，哦，是哦，哦，然后素芳姐心内足欢喜的，因为伊体会到迄个传福音的喜乐，伊看见伊传福音的对象是遐尼看重伊所本的，然后素芳姐搁甲伊讲，甲伊搁进一步甲伊邀请，讲即个圣诞或者庆祝暗会邀请伊来。带着欢喜的心，素芳姐也将这个欢喜的见证来甲牧师娘讲。另外一个见证也伫牧师娘的身上。昨的寒冬送暖，牧师娘大部分的时间拢有伫迄个所在来注意即项的代志。第一位来领的家庭是阿嬷带两个囝来。阿嬷带两个，一个小班的，一个敢若1年级的款，一个中大班，一个1年级，两个囝带因的两个孙仔来，然后就伫迄个所在领，然后就伫迄个所在讲话，开始愈讲，开始讲着家己的即个背景，讲着家己的故事，甚至讲啊，目眶也红起来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牧师娘就甲伊讲，我看他要讲半点外钟哦。等下甲伊讲，然后最后甚至佫邀请牧师来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，因就住伫伊甸园的内底。咱也奉上帝的名来祝福因，期待因的家庭会当伫主的疼内底，会当哪来得到改善。然后佫牧师娘昨嘛接到一通电话，敲电话来讲啥物呢？讲请问恁的圣诞活动。我很想听到耶稣降生的故事，请问你们的教会，你们圣诞晚会会不会讲？刚会讲圣诞降生的故事，你会当想象吗？为什么这人会敲这通电话呢？因为伊伫菜市仔接到这张传单，因为伊伫菜市仔接到咱的兄弟姊妹出去分的传单，伊接到。咱拢看见讲菜市仔咧分就对嘛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哦！有晚会哦，欢迎你来，安尼分。你敢知影？这分出去几600张内底，竟然有一位，伊早就想要找这个答案。伊身躯边，咱毋知影有基督徒朋友，还是无基督徒的朋友。伊的身躯边，若是有基督徒的朋友，安尼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就叫做失职。因为伊无将福音传互伊的朋友，但是这个人，伊伫路中接到这个传单，伊就会当将伊心内的疑问，敲这通电话来到教会，讲我敢会当听到圣诞的故事。牧师娘甲伊讲，当然会使啊，当然会使听到圣诞的故事。伊讲，我听讲。耶稣的妈妈还未结婚就怀孕啦，讲未婚妈妈，讲牧师娘甲讲啊，电话中讲袂清楚，你来就对啊，我无电话中真正无法度讲真清楚，但是你来到教会，你就会当得到这个答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朋友敢会当得到这个答案？
你掠做你的朋友，拢无想要来教会吗？啥物人讲的啊？恐惊是撒旦甲咱讲的对无？恐惊是魔鬼咧骗咱对无？是魔鬼咧讲，你的朋友拢袂来啦。你传福音，人会甲你笑讲你是宗教狂啊。信耶稣还不错啦，但是你不要信得那么虔诚啊。你是不是怕人家这样子评论你啊？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是不是愿意献上物要，互咱的主耶稣呢？将互咱的未信的亲人朋友来，互因有机会来认捌这位降生替死的主耶稣，这会当是咱献互主一个真芳的礼物，真芳的礼物。咱伫后壁的所在，阁有即个传单，大概阁有2000份吧，2000份，请咱尽量客，特别你若有同学你拿去发传班。特别你若有厝边头尾，你摕去分规个楼梯，分规个社区拢好，互你的朋友有机会接到即个消息。当然，咱无法度要求每一个拢来到教会，但是圣诞节伊上无会当看见，上无会当看见讲，原来这是耶稣降生。圣诞节是庆祝耶稣的降生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拢来传福音，好毋好？咱拢爱做伙来传福音，甲边仔人讲者，咱的朋友拢需要福音，甲讲者来。咱的朋友拢需要福音。福音毋是要互你尔，福音毋是要互咱尔，福音毋是要互基督徒，福音是要互普天的人。2000年前，这个东方的博士开会了济的时间来军队这粒星。因为因就是要耶稣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木药3项的礼物。今仔日的圣诞节，今年的圣诞节，现代的圣诞节，咱要安怎献上咱的礼物，互主耶稣？咱会当献上1/10的奉献，表达咱对这位王的尊重。咱会当用专心敬拜的态度甲行动来表达咱尊这位耶稣是上帝。咱会当用传福音帮助未信者来得到福音，传福音的行动来回应耶稣牺牲的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无欠咱的什么大礼物，耶稣爱是咱的心，耶稣爱是爱咱来跟对伊。行这条天路，行这条天路绝对毋是牺牲的道路，行这条天路是满满上帝祝福喜乐的道路。世间有多路，拢无解决，拢无法度解决咱心内的空虚。世间有多的道路，无有一条比这条耶稣所带予咱的路搁较水。咱三甲来祈祷。慈悲的主上帝，我要感谢你的恩典。你感动东方的博士，互因用这么大的精神甲气力，就是为着要来找你。主啊，伊所献的礼物，也互阮搁较深来认捌耶稣。主啊，你是王，你堪得黄金的尊重，也堪得阮金钱的奉献。主啊，你是神，所以你堪得乳香的敬拜。主啊，你也是迄位牺牲伫十字架顶拯救世间人的，所以你堪得木药的膏抹。主啊，阮为着阮家己来祈祷。愿阮也会当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跟对你回应你，将你的福音传予世界同人知。特别是阮所听的亲人朋友，主啊，阮为着阮的亲人朋友来祈祷，因为阮已经因传福音久，但是因犹原也无回应，甚至阮也渐渐灰心累志，毋知影主，
你敢有法度来感动因？但是主，阮搁一边向你来求讨，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身上，互阮会当靠着主你的恩典，会当搁一遍将你的福音来邀请伊，将互伊有机会来参与伫圣诞的活动。因为阮知圣诞降生的好消息，就是要互全世界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好人还是罪人，拢是要来得到这个福音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为着阮的社区，为着阮的同事，为着阮的同学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开力，阮会当将这礼拜拜六就要来圣诞晚会，会当把这个礼拜将你的福音来邀请因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